大家好，我係陳嘉怡，我係林海文，我係張文順。我係陳欣慈。我哋係益智長者公司，咁我哋係專注發展長者科技產品。我哋發現咗長者會因為記憶衰退而唔記得食藥，導致會有應該食藥而唔記得食藥嘅情況。所以我哋希望研發呢個產品可以幫助佢哋解決到食藥嘅問題。佢有4個主要功能同特點，包括顯示當時時間、通知家人已食藥、顯示倒數時間同埋發出聲音。咁我哋呢副產品之所以可以運作啦，其實都係一樣係 WiFi 嘅技術。咁只要有一翻緊呢個提示器就可以運作㗎啦。咁入面有一塊叫做 ESP32嘅電腦板。咁我哋會揀呢個電腦板原因係因為佢尺寸夠細之餘啦，咁佢自己內亦都有一個 WiFi 功能喺入邊嘅。咁呢個電腦板都連接埋 LCD 屏幕同埋喇叭。咁你 LCD 屏幕會顯示而家當時嘅時間。咁都係因為 WiFi 嘅關係啦，所以佢嘅時間係會非常之準確嘅。咁佢都會顯示埋距離下次長者食藥仲有幾耐，然後就會進行倒數。而設定時間方面呢，我哋為咗用戶可以輕鬆咁樣設定時間啦，我哋就會提供一個叫 Blink 嘅應用程式。咁呢個應用程式呢，我哋只要有網絡呢，就可以隨時喺任何地方度設定時間。咁我哋而家就示範呢度開始，咁呢度呢就會顯示倒數嘅時間。當倒數完畢嘅時候呢，佢就會發出聲響提醒時間已到。咁我哋只需要撳呢個紅色掣就可以停止。然後佢亦都會透過一個叫 Make 嘅應用程式嚟通知屋企人你的家人已食藥。跟住關於呢間屋咧，呢度裏面嘅所有嘢咧都係我哋從零開始做嘅，包括個地板啦，仲有個天花板啦，都係我哋從木板切割而成、組合而成嘅。跟住再加上裡面嘅其中一啲裝飾啊，都係我哋用泥膠啦自己整嘅。咁我哋係從呢次活動啦，咁就學習到即係點樣喺從市場角度啦，然之後從多方面去思考，而點樣將我哋嘅產品更加好嘅咁樣去推銷出去，俾人哋知道我哋嘅產品嘅好處啊，話唔係佢好處係的。而設計方面啦，我哋亦都學會到咧點樣可以令用戶可以輕鬆咁樣去使用呢個裝置啦。咁例如咧呢個位咧，我哋就安裝咗啲門架喺度咧，就方便用戶咧當呢個設備出現問題嘅時候，就方便佢哋可以檢查入面嘅設備同埋維修。咁我哋嘅介紹就到呢度啦。